好多人話買樓買嘅唔止係四面牆，而係往後漫長嘅日子裏邊，一家人嘅快樂時光。喺晨起嘅日子入邊，朝早出嚟淋下花，傍晚喺大廳聚下餐。而喺往後漫長嘅日子裏邊，一家人嘅相處快樂時光。夜晚各自返房間休息，互不打擾，又可以彼此相依。如果你係香港人，想喺中山買大平層或者別墅，你會買邊度？神灣、三鄉、坦洲，定係中山城區？今日帶大家嚟睇嘅就係中山主城區嘅星辰、君悅灣、璞悅雲穗。咁我哋依家先嚟睇睇佢嘅下碟。咁佢最大嘅賣點就係有自己專屬嘅私家大花園啦。一入屋就係佢嘅首層，闊落嘅大廳、飯廳、廚房，平時日常起居就喺呢一層噶啦。一樓預留咗間客房，亦都係方便長者唔使上樓梯，同樣可以加裝電梯直達二樓。二樓再安排咗3間睡房俾你嘅，成間屋足足有4間房，4代同堂都滿足晒你啦。呢個花園係屬於上碟嘅。你自己仲可以加裝個電梯上去樓上，由於樓上嘅戶型都係一樣嘅，我哋就唔上去睇啦。大家試諗一下，200零萬喺中山城區都只係買一間普通洋房，而呢一度你就可以擁有有天有地嘅別墅，仲可以擁有自己嘅私家花園，可以規劃到自己嘅電梯房，擁有自己分層式嘅私密空間。好多香港嘅朋友依家北上置業，肯定首選要揀超方便嘅。我好負責任咁同你講，呢度去到山姆只需要10分鐘，去到沙江墟都係15分鐘，去富日城同埋萬象匯大型嘅商場都係只需要10零分鐘。中山北站、高鐵站都係10分鐘，呢度出入真係超級方便。買樓其實都唔係話一時嘅衝動決定，而係為咗往後嘅1年4季嘅煙火，更加係為咗屋企人住得自在舒適。有興趣嘅朋友不妨親身過嚟考察一下，過嚟我幫你揾一間可以安頓到一家人嘅別墅。有興趣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資料俾你。